中山威尼斯，大家聽過未？喂，唔係講緊意大利嗰個威尼斯喎，係中山三鄉鎮啊。因為三鄉呢個地方咧，地勢低，一落大雨咧就水浸街，年年都係咁啊。所以俾人調侃咧，喂，買三鄉啊，一定要自己俾一艘遊艇先得啊。但係咧，前幾日咧，中山連場狂風暴雨，成個中山咧多處都係水浸街。本以為咧呢種水浸困境咧就會發生喺近郊呢個鎮區啦，估唔到呢次暴雨咧，連中山寸土寸金嘅東區合生豪宅富源108君悅府地下車場竟然直接變成威尼斯水庫啊！嗱，睇下網友同業主發出嚟嘅實拍畫面啦，成個車庫啊全部黃泥水，積水最高去到30斤風左右啊！寶馬、Benz、奧迪一眾嘅港人業主啲座駕全部浸咗啊！半個月之內，短短時間已經繼續浸咗2次車庫。喂，好多早年專門過嚟中山落訂入手富源108嘅香港業主啊，而家車輛報廢、維修損失幾十萬。投訴開發商同埋物業，喂，雙方至今未出面俾一個賠償嘅方案同埋整改方案啊！好多港人當初睇中東區呢個地段，改善大戶型仲係複式啊！喂，信賴富源呢個本地嘅牌子同埋香港玩具大王一齊開發嘅中山豪宅先落手啊！而家實錘擺喺眼前，樓盤施工嘅質量、配套、物業全線拉垮。今日順住呢個熱點呢，重點同大家講下，同屬富源地產而家正在瘋狂推售嘅港口星辰君悅灣，喂，無配6000幾咋，精裝先7、8千蚊嘅低價，到底係筍盤定係大坑？專門提醒想平價執樓嘅香港朋友啊，先拆解下富源108點解會頻繁水浸，交樓先冇幾耐嘅喎，唔單止係純落大雨嘅天災。完完全全係人禍。第一，業主爆料，早喺5月上旬第一次落雨，車庫就已經出現積水倒灌嘅隱患。幾十戶港人啊、本地業主啊，多次向發展商物業投訴，二期嘅施工圍擋用料太差啦，車庫出入口防水嘅封閉偷工減料。排水系統咧設計存在缺陷，但係發展商咧為咗預留2期嘅用地發展，壓縮呢個建築成本啊，用咗輕質磚隨便搭建咗施工嘅圍擋。收到投訴之後咧，全程置之不理，從唔整改。第二，基於呢個基礎，暴雨一嚟，臨時圍擋直接俾大水沖冧，外圍工地黃泥水啊，毫無阻擋，全數倒灌喺地下車庫。排水泵配置嚴重，幾個鐘頭車庫直接變水塘啊！喂，而且仲係半夜暴雨啊，一啲反應都嚟唔切。第三，後續浸水之後咧，物業咧消極擺爛，既唔提前通知業主攞車，出事之後又拒絕協調索賠。部分業主咧仲爆出小區日常管理混亂、流動噪音爆標、房屋牆面滲水等細節嘅問題。講到呢度，大家都明白啦。富源108作為早年東區高價改善盤，定位高端，售價達到21000到25000，尚且因為發展商壓縮成本、施工減配、物業不作為，淪為頻繁水浸嘅問題小區。連東區核心嘅地段，重點打造嘅旗艦門面盤都造成咁。而家都係呢個發展商開發嘅遠在港口嘅遠郊區。售價直接腰斬到6000出頭嘅星辰君悅灣，大家憑常理諗一下，佢嘅建築品質、交付標準有冇保障？既然富源喺東區嘅門面盤都搞成咁啊，佢旗下嘅其他盤呢，質量會唔會仲加差呢？而家出邊啊，大力推薦緊嘅呢個港口星辰君悅灣啊，位於中山港口鎮，同108咧係同一個發展商富源集團。而家呢個盤咧賣得好平啊，無配6000幾蚊一方，大裝修先7000幾、8000幾。最近咧仲加推咗別墅單位啊，睇落真係好抵買啊各位！但係經過108嘅浸水事件之後，你仲夠膽信呢個發展商嘅質量嗎？我今日咧唔單止同你哋講清楚呢個盤嘅利弊，更重要嘅係同你哋分析清楚呢個盤到底適唔適合我哋香港朋友買。我分4點咧，同你哋拆解透呢個屋苑啦，專門針對香港買家嘅需求啊！嗱，首先第一啦，地段非常之偏僻，生活配套基本係空白，
港人日常居住超級唔方便。項目咧喺港口嘅偏遠片區啊，遠離咧港口主城嘅商業圈，係緊挨住西區沙朗嘅位置。喺航拍可以見到啦，周邊係村落、農田、工廠為主，咩大型商場、三甲醫院、公立優質學區啊，全部都冇嘅。咁咧日常買餸啊、睇病啊，要開車15分鐘去到市區入邊先得。重點係咧，港人最在意嘅返香港便利道啊、嚟永東啊、中旅啲港人直通巴係比較遠嘅，唔自備私家車往返中山香港嘅耗時咧就非常之長啦。長期自住咧，未來10年嘅配套咧都難以完善嘅。第二，超低售價背後等於壓縮建築成本。參考富源108嘅先例先啦。交付咧減配係已經成咗定局㗎啦。發展商東區高端改善盤尚且偷工減料，防水圍擋隨便湊數，呢個郊區平價盤為咗壓縮嘅呢個利潤啊，建材防水、地下車場排水、精裝用料只會更加慳。而家銷售咧吹呢個精裝啊，標配咩大牌子家電啊、園林配套啊，參考富源108你就知道㗎啦。大概率交樓嗰陣時咧，精裝變劣質嘅建材。園林縮水、地下車庫沿用低成本嘅排水設計，日後遇到暴雨重現呢個富源108嘅水浸車嘅呢個概率，大家覺得有幾高呢？近期加推嘅呢個連排別墅就更加要留意啦。別墅嘅防水、地下室嘅施工工藝要求係更加高價，發展商成本壓縮之下，後期嘅滲水、反潮呢種就真係好麻煩。第三，二手嘅流通性係非常差，港人買完呢好難轉手別永久房託。首先呢個板塊嘅人口流入係非常之低微，本地剛需係優先揀港口成熟嘅地段盤例如咩保利國際廣場啦、上城四季嗰邊呢個盤周邊人流稀少，無產業支撐，再加上發展商已經有富源108呢個負面歷史，日後二手掛盤。本地買家一聽富源發展嘅郊區嘅地段，直接就避開唔掂。啱啱好隔離又係一個爛尾盤喎，本地細江嘅爛尾盤，緊挨住感官就仲加差。好多港人呢買樓除咗自住，都考慮未來養老自回，資產變現。買入呢個盤，日後想買只能大幅度嘅劈價，甚至長年冇人接盤。第四，物業管理咧，參考富源108，後期維護咧踩坑嘅風險咧非常之高。富源108已經實循物業不作為，水浸事前唔提醒，出事唔協調賠償，小區日常維護真係有一般。同一集團旗下嘅項目，物業團隊管理模式基本同源，君悅灣後期入住大概率會重複，小區保養嘅缺位。設備損壞無人維修，暴雨季節排水保養唔到位，港人多數長聯唔喺中山，無法長時間急盤嘅。房屋後續嘅打理隱形嘅成本非常之高。綜合以上嘅所有細節咧，最後一直直白嘅忠告富源星辰君悅灣咧，無論係平價洋房定係新推嘅別墅，通通係唔適合香港人士嚟入手嘅。無論你係想中山長期養老自住資產保值，定係閒置資產投資，都唔好俾6000幾嘅低單價迷惑。一間奇難改善都可以造成頻繁水浸嘅問題盤，郊區平價盤嘅品質底線完全冇保障。108喺東區有政府關注，有媒體監督，都搞成咁。君悅灣喺港口位置偏僻，冇咩人關注㗎，發展商更加冇壓力啦。工程質量分分鐘好難有保證啊！順住今次富源108嘅水浸事件，交俾所有港人一個選盤嘅小規則。同一發展商旗下已經在售嘅屋苑爆出施工減配、物業擺爛、水浸滲水等重大負面。咁呢個發展商同埋牌子嘅新盤咧，無論價錢再平，港人咧都要優先謹慎選擇啦。平價嘅背後往往係隱藏幾十萬嘅後續維修、貶值嘅隱形損失啊！一分錢一分貨係樓市嘅永遠真理。6000幾蚊一方，你買嘅唔單止係樓，係地段、係配套、係質量，係未來嘅生活品質。呢個價位係港口呢個位置，本身就講明咗一切啦。如果身邊中介朋友專門同你吹呢個盤，喂，君悅灣6000幾好筍啊，過去睇睇啦，入手唔會輸啊，冇咁多糾結啦。
咁咧謹慎咧避慳就得啦。中山適合港人嘅穩健改善自住盤大把啦，東區石岐成熟嘅板塊配套完善，穩健嘅發展商選擇都唔少，完全唔需要冒呢個風險啊！一場暴雨咧就暴露咗一個發展商嘅真面目啦。108嘅業主咧已經用佢幾十萬嘅損失嚟話俾大家知，幫我哋上咗一堂寶貴嘅課啦。我哋唔好再重蹈覆轍啦。如果你預算有限，70-80萬真係想中山買樓，可以私信我幫你喺城區入邊揾啲二手筍盤，起碼成熟配套，翻港方便，發展商嘅口碑都唔錯啊！千祈唔好貪平，買咗一個未來會俾你帶嚟無盡麻煩嘅屋苑啊！好啦，今期嘅影片咧就有分享到，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咧最近有 agent 咧推薦咗呢個屋苑，記得轉發呢條片俾佢睇啦，幫佢慳翻幾十萬先啦，佢會請你食飯嘅。咁如果你想喺中山買樓，預算有限，但係又唔知點揀，歡迎同阿餅 WhatsApp 或者 WeChat 1對1同你溝通你嘅需求。中山置業放中服，記得訂閱阿餅啦。